大家好，我係 Blair。你鍾意樹嗎？我好鍾意樹，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魔戒》呢個系列電影？喺第3集裏邊呢，有一個種族呢叫做樹人，佢哋嘅樣貌係同樹一樣，但係呢，佢哋係可以行走，可以說話。其實佢哋係森林裏邊嘅守衛者。被創造嘅目的呢，係保護大自然中嘅所有嘅樹木。喺《魔戒3部曲》裏邊嘅第3集有一幕，樹人隨住2個哈比人移動到去森林嘅一個區域。呢個樹人太耐冇探訪過呢度啦，發現嗰度嘅樹木都被砍伐咗。樹人好傷心，嗰個表情、嗰個感受，直到呢一刻嘅我都非常之身同感受。喺嗰度被砍伐嘅樹木，都係佢守護住誕生同埋成長嘅，而佢失去咗佢一直用心去愛護同保護嘅所有樹木，佢非常之失落同埋沮喪。而喺現實世界之中，樹對大地、對人類係無比重要。世界上所有嘅陸地生物嘅一呼一吸，包括我哋嘅一呼一吸，都係被萬千嘅大樹承載住。我成日都喺街道上邊一見到大樹都會打招呼，成日都同佢哋講多謝。我認為大樹真係好偉大，係我生命之中不可或缺嘅一個好珍貴嘅存在。呢次嘅冥想嘅主題叫做我心中的大樹，呢個都係一個我好深刻嘅體會。當我冇辦法感受到愛嘅時候，我哋嘗試去望下大樹，嘗試回歸自己嘅呼吸。我哋嘅一呼一吸，其實一直都係被大自然、大樹去支持同承載住，所以就做咗呢一個冥想嘅引導。親愛嘅你，請揾一個可以獨處嘅空間。你可以選擇坐喺凳上邊，又可以盤腿坐喺地上，或者無論你喺何處何地，只要可以舒適咁坐低，不受打擾，都可以請慢慢咁樣閉上你嘅雙眼。此時此刻，我哋先好好放鬆我哋嘅頭部，我哋有意識咁樣嘗試放鬆我哋嘅額頭、眉頭。有冇去覺察到我哋嘅眉心係緊緊嘅？我哋嘗試去放鬆佢。我哋放鬆我哋嘅眼皮，去感受下此時此刻我哋嘅眼皮係點樣嘅狀態。我哋嘗試有意識咁樣去放鬆佢。我哋放鬆我哋嘅面部，去感受下呢一刻我哋嘅面部係點樣嘅，係鬆弛嘅定係緊湊嘅，我哋都可以好好咁樣去感受佢。我哋放鬆我哋嘅下巴，去感受下呢一刻嘅下巴係一種咬緊牙關嘅嗰種緊，定係非常之放鬆，都請你好好咁放鬆呢一個部位。然後我哋放鬆我哋嘅膊頭，放鬆我哋嘅上手臂，放鬆我哋嘅下手臂。我哋試下放鬆我哋嘅雙手，放鬆我哋嘅胸口，
放鬆我哋嘅腹部，放鬆我哋嘅盤骨，嘗試放鬆我哋嘅大髀，無論係坐住同張凳緊貼嘅個部分，定係上邊，我哋都有意識咁樣去放鬆佢。放鬆我哋嘅小腿，去感受一下我哋每日行路，每日坐喺度，每日都唔記得放鬆嘅呢個小腿，去感受下佢呢一刻係咪好緊？我哋嘗試有意識咁樣去放鬆佢。我哋感受下我哋嘅雙腳緊貼地下嘅嗰個感覺，我哋嘗試放鬆佢。接下來我哋一齊做一個3-5-7嘅呼吸練習法。請深深咁樣吸一口氣，喺心裏邊默念3秒，然後停頓。我哋喺心裏邊默念5秒，1、2、3、4、5，然後我哋慢慢咁樣呼出嚟，一路呼出嚟，一路默念7秒。吸氣數3秒，停頓數5秒，然後呼出嚟數7秒。我哋會喺呢度停留3分鐘，請你好好咁樣喺呢3分鐘裏邊不斷去聚焦喺呢個3-5-7呼吸法嘅呼吸循環裏邊。稍後我會過嚟同你會合。
請大家回歸自然呼吸。而家我會帶領大家去抵達一個大草原。此時此刻嘅你，請想像你自己就企喺一個大草原度，你嘅腳下係綠油油嘅小草，微風喺度吹緊，令到你覺得好舒適。你嘗試抬頭望望天空，當你抬頭望見天空嘅時候，呢個係一個點樣嘅顏色嘅天空？然後我邀請你嘅視覺回到平視嘅角度，就喺不遠處有一棵好大嘅樹，佢同你只有幾步之遙。呢棵大樹認識你已經好耐啦，佢都好期待你與佢相聚，佢一直喺度等待你發現佢，去留意佢。此時此刻喺你嘅想象空間裏邊，呢棵樹有冇出現喺你眼前？如果有，呢棵樹係一個點樣嘅樹木？係咪你生命裏邊曾經見過嘅，定係從未見過嘅？我邀請你慢慢咁樣行近呢棵樹，行緊嘅時候去留意你一步一步接近呢棵樹嘅每一步。然後當你行到樹下嘅時候，去試下仔細觀察呢棵樹嘅實際模樣。佢係一棵點樣嘅樹？佢嘅樹幹、樹皮係點樣嘅紋理？佢係咪一棵好大嘅樹，定係一棵好瘦削嘅樹？到底呢一棵係一個點樣嘅大樹？然後我邀請你去感受下，此時此刻你喺呢個草原裏邊，企喺呢棵大樹下嘅嗰個氣溫，你置身喺一個點樣嘅一個季節裏邊？然後仔細咁樣抬頭望下呢棵樹，呢棵樹嘅樹枝上邊嘅樹葉係點樣嘅顏色嘅？樹上面有冇其他生物喺度呢？既然此時此刻你同呢一棵樹嘅距離咁近，我邀請你喺心裏邊向呢一棵大樹打聲招呼，告訴佢你嘅名字，然後去好好咁擁抱呢一棵一直等待你與佢好好相聚嘅呢一棵大樹，喺心中默默咁樣同佢講一聲感恩。請深深咁樣吸一口氣，然後慢慢咁樣呼呢一口氣，去感受透過呼吸去接收由你誕生到此時此刻一直擁有嘅呢一份無條件嘅愛，來自我哋同樹木之間無條件嘅給予同接收。然後請你再深深咁吸一口氣，慢慢咁樣呼呢一口氣，去感受我哋被大樹承載同支持嘅感覺。然後慢慢咁樣去想像我哋嘅雙腳生出樹根，
去感受我哋同樹木一樣，非常之穩固咁扎根喺土地之上。然後再次請你深深咁吸一口氣，慢慢咁呼呢一口氣。原來我哋同大樹一樣，都被大地之母深深咁愛住。此時此刻，話畀自己聽，跟我讀一次，我係穩固嘅，我係被承載的，我係安全嘅。3分鐘，我會讓你同大樹相聚在一起，喺個過程裏邊保持自然呼吸，也請你好好咁將你嘅注意力放喺自然呼吸嘅循環裏邊，讓我哋可以同我哋心中嘅大樹好好咁透過呼吸，好好咁對話。3分鐘之後，我會再嚟同你會合。感謝你願意去同自己嘅心靈大樹相聚。此時此刻，我哋同呢一棵大樹先暫別，去好好咁同佢講一聲多謝你，多謝大家。請大家可以喐下自己嘅雙手，喐下自己嘅雙腳，然後慢慢咁樣去回歸返我哋此時此刻所身處嘅位置。感恩大家。